国际消息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辉达公司的股价创新高，目前一股是135块外的美金，也那市值是来到3兆外的美金，即马已经超过微软，加做是全球第一大的公司。辉达的股价18大起，加做华尔街上价值的公司，包中股价起超过3%，超过微软，收起3.51%，一股135.58美金，创历史新高。市值3.34兆美金，嘛搁一届加做推进标普500加权上大的力量。标普收红0.25%，创下今年以来第31届收盘的新高。辉达这个月市值达到3兆美金的时阵，就已经超过苹果。It's a bit surprising. They certainly are in a business that should have substantial growth, and obviously investors are already accounting for that. What my concern would be is whether how long the growth can be sustained. 现在微软股价是落0.45%，一股446.34美金。微软为全球能源大公司埃克森美孚、甲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分炒公司夺走带头的地位了后，都甲苹果互相竞争。两大科技公司拢透过全球数位化的风潮，累积更较侪力量，嘛加做美国股市的主导。也若辉达伫更较具体的科技风潮内底乘风破浪，以开发的晶片协助发展人工智慧，支持者预估未来对世界的改变可能会超过网际网络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